呢一場5級大火其實喺上個星期二26號開始啦，喺下午嘅時候，我哋同事喺接報後5分鐘到場，已經發現現場個建築物嘅外牆個火勢非常之猛烈，同埋蔓延得好快。同事到場已經面對好大嘅困難，就係外牆嘅竹枝因為燒斷咗咧，同埋大量嘅棚架咧喺個建築物嘅外圍咧向下墮，同時咧要冒住生命危險，因為啲竹枝燒斷咗係尖，咁咧會有機會咧打中咧非常之嚴重嘅，同埋嗰啲竹枝係燒着咗嘅，係有高溫，咁咧同事咧現場咧係要冒住生命危險咧去處理，因為當其時去到除咗外牆着火，地下都着火，佢哋要去處理咗地下個火警咧，係面對相當大嘅困難。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邊，我哋亦有一位同事咧係俾啲竹枝打中咧，係暈咗，係需要入院處理。